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11月19日，呼召与勇气9，跟随你到底。今天读的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3章1到5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。耶稣说，谁要侍奉我，就得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我的仆人也要在那里。那侍奉我的人，我父亲一定看重他。当我们应允要完成什么事情，不久之后，我们脑中是否会呈现闪过以下4个念头之一呢？第一，我觉得很无聊。第二，我觉得不值得花力气。第三，这件事对我不重要。第四，我做不来，干脆放弃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就会停止下来原先决定要做到底、跟随到底的事情。那么我们要如何克服，然后才能坚持到底呢？今天的经文其实已经来到了尼希米呼召了许多的人一起来吧，大家也说来吧，我们来重建我们的城墙。经文第3章就进入到城墙是这样重建起来的，有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祭司同事们重建阳门，安好门扇，把它奉献了。他们又筑城墙，直到百楼和哈拿叶楼，把它奉献了。再来就是耶利哥人建造下一段，再来就是哈辛拿宗族建造鱼门，然后陆陆续续，再来就是乌利亚的儿子米利末修造了另一段，然后还有其他的。到了第5节呢，我们看到第一笔，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不愿意的人会被记一笔哦。提哥亚城的人修造了下一段，可是城里的领袖拒绝督工指定给他们做的工作。我们看到这一段好像是在记一笔一笔有一开始回应的人，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仔细读，第一个被提出来的人叫做以利亚实，他是大祭司，是所有的宗教领袖里最大的。果然他是一个领袖自己带头负责盖阳门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造阳门，分别为圣，安立门扇，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，直到哈南叶楼，分别为圣。看起来是很有guts，是吗？我们会给这个人这样拍拍手，他是一个领袖，第一个回应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第一个回应好事，当我们承接了我愿意，然后呢？然后如果有我们一开始引言说你已经承诺了，承诺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就是我们跟随耶稣，我们需要勇气，我们需要下定决心，我们需要信靠和顺服神，还有我们需要什么？对，我们还有需要的一件事就是信心。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一点什么幽默感跟随神，神也是让我们可以喜乐的，对吗但如果我们没有用这样子的心去面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或许会回应得很好，有好的开始，但却没有坚持。
那真的是就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我们好像一开始看到这个大祭司回应的好，像个有 guts 的领袖，但我们如果持续一直看到尼希米记13章7节，我们先往后看一下哈。这里记载说，我来到耶路撒冷，就知道以利亚斯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房子的那件恶事，也就是把耶路撒冷神殿的院内屋子给敌人住。给敌人住不打紧，孩子还结为亲家，所以尼希米很生气，就把他记一笔。这个人怎么开始那么好，后来变成那么没有办法坚持之外，还走歪，对不对？很可惜哈。我们知道，其实多比亚是一个很强烈反映他们的敌人哦，但看起来好像这个以利亚实是内神通外鬼，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？我们其实是觉得让人很感叹。一开始带头有好的示范，但却后来乱七八糟。这让我们也会想到谁？所罗门老年的时候真的很可惜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不要晚年不保我们可是要警醒，对吧？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警醒啊？我们才能够坚持说我要跟随神真是不容易。除了我们刚刚讲需要跟耶稣的人要勇气下定决心信靠神，还要顺服跟信心。那么其实我们心里也需要有一些特质，就是当我们从小来练习，从小的事情来练习，我们一开始如果在这世上想要培育恒毅力，我们恐怕需要想一想这件事情怎么找出我的兴趣，而且恒毅力是需要练习的。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为什么做这个目标。如果我没有忘记起初的目标，那么其实我会常常拥抱着希望，那么我就容易坚持下去。否则我们一开始或许就要像3章5节，一开始其实有一个人他就是不想做事，他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参与其次是这里3章5节说，提哥亚人补强，但他们的贵胄不肯用景象负担他们主人的工作，不想做，只想出一个嘴。所以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在罗马书保罗提醒我们要殷勤，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神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跟随耶稣，通常不是个受欢迎的选项，但是耶稣拯救我们心中那个意义，那个使命，那个目的性，是会激励我们的，那个为主发热，主会带领我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如果做出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就要决定让神来带领、指引跟坚固我们的心。我们确实是需要付出代价，但这个代价上帝会记住，他会在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，他会跟我们赞许说，你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，进来跟我享受这我里面一切的美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默想，承诺的意义在于，即使我们没有感觉，仍然愿意靠着意志往前走。
跟随主到底最困难的是什么？我们要如何调整自己，才能够跟随主到底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呼召我们来跟随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看重我们，你要我们与你一起同工，我们也愿意，或者我们连愿意都不敢说，只因为我们可能曾经没有毅力，我们曾经跟到一半就放弃，我们不喜欢那个感觉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也知道我们的决心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没办法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办法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就在眼前这件最小的事情，我们愿意回应神说，神啊，我们愿意起来侍奉你，跟随你。恳求你帮助我们跟随你就跟随到底，帮助我们即便我们没有感觉，我们仍然愿意靠着主你给我们力量，意志力往前走。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坚持。谢谢主应允与我们一起努力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你，今天我们为主来努力到底，我们为主来坚持到底，那么那个成果就等着我们哦。我们主要与我们一起分享那美好的成果。我们明天见。